今日咧就有少少大家要玩個飛鏢㗎，咁最主要講點樣玩法，詳細啲要等你哋將來玩落咗先慢慢介紹。但係今日要教你哋就話第一件事，我哋點樣揸標咧咁樣。我哋揸啲標嘅中心點，邊隻中心點啊？點定啊？呢度有交界嗰度。膠帶嗰度，唔係。係嗰個鐵。呢個。將啲標擺喺手指裏邊，中心點即係兩邊都平衡嘅，咪係咯。咁呢個位得唔得？得唔得？試下，一係手指，一隻手指。得。呢個可以定得到佢嘅。啊，一係手指，得唔得？OK 嗱，好啦，得啦，唔得放翻嚟啦。就大家應該我諗你哋大家。你知咁靚嘅。都試過抄大字、抄粗字啦，揸筆係咁揸嘅係咪？揸標一樣啊，即係我提議你哋揸標都一樣。不過揸筆，我哋細個寫大字、寫小字一樣嘅啫。咁揸住，呢個就講下揸標嗰個動作。好啦，點樣掟標咧？簡單啲講就係分3個步驟嘅啫。嗱，我心數住，但係我一同你講，我1、2、3啊嚇，我心啊要數住，出去同人玩嗰時唔好講1、2、3啊嚇，俾人哋笑。我心，即係總之心急就得啦。而家我講就講1、2、3啫嚇。嗱，第一個就係1，你要講下度嘅嚇。2唔會過到太過後嘅。3係直出去。嗱，你個手勢，嗰個手勢就係1、2、3掟出嚟，唔係不是這樣嚇，唔係1、2、3，唔係咁樣嚇，記住1、2、3嚇。